卢有礼董事长在30多年前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创业，成立东和旅工业有限公司，与总经理李世耀、厂长舒逢利3人在异乡打拼，感情就像是家人一样。从当初3人的公司发展到如今员工有数百人，其中的打拼奋斗不是3言2语就能说完。不过看到他们生产的产品长期获国际大厂采购，不用多说，也能看出他们的成功。咱台湾这迄个友中含这迄个好朋友会当莅临来阮马来西亚槟城，我的同庆来搞指导。我真欢喜就这个疫情，这个几年来大家拢较无地方见面，这个解封了的时阵安尼带较侪人来这安尼。台湾安尼问候安尼，我真感谢。有那希望您来马来西亚会当旅途愉快。卢董在台湾的好朋友全台西来安董事长曾正义、备役中将霍立清以及多位贵宾在听取完简报后，也参观了东和旅工业的厂区，实际感受以技术、服务、品质为信条的东和旅工业的真实面貌。霍立清将军也提出他的看法。也跟卢董事长的意见交换，希望他能跟我们在国内的一些现在配合国防自主的一些产业来密切的合作，来提供我们最好的材质，来建造我们未来在国防战力上所需要的不管的任何的载具这个是对我们国防来讲是一个有很大的注意。我们也非常希望卢董事长把他在马来西亚从业30几年的经验都能带回台湾，也顺便把我们台湾的产业向上提升。一个是铝，一个是铁，那给大家来感受一下，这2只差不多一样大，直径跟长度差不多一样大，可以直觉呢，可以感觉到铝跟铁的差别。在结束东和旅的参访，访问团一行人也来到槟城立法议会参观，同样也获得议长刘子健高规格的接待。议长在不在？在。近几年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一些交流，特别是软文化的交流，包括人文、艺术甚至宗教庙宇的这一些交流，都是我认为槟城跟台南有很好的发展跟发挥的空间。当然，这次我也知道是因为是卢有礼董事长来盛情邀请我们台南的朋友再次的来到槟城。我也知道卢有礼董事长也是台南开台天后宫的主委嘛那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可以来进行跟槟城互相交流，从庙宇宗教文化的这方面的交流。同时我觉得卢主委他有非常的这个好的条件跟能力来促成槟城跟台南，特别是在庙宇宗教文化的这个交流。卢有礼用台南人的奋斗精神，在马来西亚得到硕大的成果与尊敬，尤其在事业成功后，更不忘在台湾与马来西亚做公益，也因此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下一集我们再来看看有哪些人。以上是中嘉新闻张硕维在马来西亚槟城的采访报道。